国际想要紧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战到即马已经400天。以色列首都昨是阁有大批民众咧抗议，讲政府要停火放人质，这协议到呾是拢无结果。另外，有风声讲，早前讲愿意来做共亲的国家阿拉伯个国家卡达，因为讲以色列甲哈马斯根本就无想要讲和，未见阁出来斗桥。 带来外侨面顶灯会大大显示出400这个数字，边仔讲唔是大标的，提醒社会大众，以下冲突发生，甲人质和武装组织哈马斯绑票已经满400天。数百名以色列人质的家属，找到暗时组织伫首都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目西楼、目西地要求政府加速停火谈判，带因的出来人转来，阁有真济愤怒的民众组织伫以色列国防总部外口，抗议政府救人质的速度上慢，要求总理纳坦雅胡落台。 unimaginable 400th day that our loved ones are held captive in the hell that is Gaza. They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of Benjamin Netanyahu. And still having 101 hostages in Gaza.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unbelievable. 以下冲突无停，伫中东各国真侪个协调之下，停火甲人质协议一直无结果。好过去努力协调，双方的国家卡达认为双方拢无诚意要做谈判，宣布暂停解职协作协议，一直到双方拢有诚意要做谈判为止。 Qatar withdrawing is, for us, is a chaos. Now, without them, we don't know who's going to be in charge of the Strait connection. If it's going to be the Turkish, if it's going to be the Egyptian, if it's going to be anyone else. 除了以下冲突，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嘛无停，甚至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个指控，为9月30以后已经受到40架的攻击，其中确定有8架是为以色列来攻击，包括这个月7以色列军方用怪手甲大型器具摧毁维和部队基地的部分围栏，甲阿木图结果，维和部队讲，以军超故意直接破坏部队的财产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这是对联合国部队的指控甲抗议，以军否认有这款代志。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